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是再度到立法院来备询，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针对着3月初3全台湾大跳电，批评着苏贞昌唔敢来承诺讲未来袂阁发生，佮针对着少子化的问题，痛骂这个政府唔知甲钱开去倒位去。 结果是反倒转来，互苏贞昌甲治殃。讲这个国民党为恁阿公，就讲要反攻大陆，到即摆也未讲转去。讲这个国民党才是上无负责任的，两个人是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无人要认输。 立委蒋万安伫即阵台为着少子化问题，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冤机。钱用到哪里去？倒果为因。你们抓不到重点，无法对症下药。 双方你来我往，美好部长陈时中嘛加入战局，不过苏贞昌煞抓着机会来甲蒋万安算。从蔡总统执政，国民党1年当时不到150亿，现在投入800亿。当时的前瞻计划，你骂成这样不好。预算不断增加，又大声，不断减少我们的税收。 唔那原少子化问题，3月初3全台湾大跳电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要求官员承诺袂阁跳电。他敢承诺1年，院长你敢不敢啊？委员，我们在这里。你唔尬啦，你唔尬啦，但是要看到政府的 guts， 政府敢承担，政府愿不愿意承诺？这种政府过去看多了，卖砍拖啦，国民党又在砍拖，从院长不敢承诺，从你主日说要反攻大陆。 到现在还没反攻大陆。那你在谈电能源的问题，你的最不负责任。院长现在还在讲这些。如果一定要讲这种，不会输你了。不过，即马战场无伫台海，是伫乌克兰。自蒋万安到林昌佐两人因为身体问题免做兵，甘愿甲风吹转去。救国报国这个方法很多啊，身体有问题不可能照回来嘛。 国防部针对这件代志态度真保守，不过兵力问题依然是大家拢真关心的议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